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ohnny。LC 其實咧都有幾銀行咧都有做好多唔同嘅業務嘅。咁啊，今集咧就講下 packing loan 啦，即係打包啦。咩意思咧？就係話當你咧收咗一個客戶嘅 LC 翻嚟，咁你咧就唔夠錢去做喎，或者係你咧就唔想用你自己嘅錢，你想用銀行嘅錢咧去借力打力，咁你就可以透過銀行咧做呢個打包嘅業務啦。咩意思咧？就係譬如你收咗張100萬嘅 LC 翻嚟，咁然之後咧你就將呢張 LC 就嗌銀行嗰度，喂，唔該你幫我做打包。咁銀行咧就會根據你嘅財務狀況啦，或者係之前同你傾嘅條款咧，可能佢俾個80%，即係話佢俾100萬就俾80萬你。咁然之後咧就俾你去買貨，然之後等你出貨。咁好啦，到咗你出完貨之後，你行使呢張 LC 嘅時候咧，咁就唔係嗌銀行幫你行使咗佢咯。咁然之後佢就找咗你之前嘅借款，然之後剩翻嘅扣完利息之後剩翻嘅餘款咧就俾翻你，咁樣去做呢一個打包嘅業務。咁呢啲咧通常咧就適合一啲嘅國際業務嘅客戶啦。